Leslie 出道20幾年嚟，唱過嘅歌曲多不勝數。喺卡拉 OK， 除咗經常有人點唱 Leslie 獨唱嘅歌曲之外， Leslie 同其他歌手合唱嘅歌曲都會有人點嚟唱。而我最喜歡 Leslie 嘅合唱歌曲就有呢一首啦。何時無聊地嘆氣，可會說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贈你一支。何時呆呆地看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仲記唔記得呢一首歌名呢？就係同陳潔靈合唱嘅《誰令你心知》。用你的心情去為我的痴，但我的情意你根本不會知。曾無限次欲幻知，卻也拼知。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我同我哥哥嘅年齡相隔6年，喺佢18歲嗰年，佢去咗外國做嘢。有一日，我收到佢寄翻嚟嘅信，佢話 Leslie 最新嘅專輯已經出咗，叫我買隻寄俾佢。嗰一年係1989年。由細到大，我同我哥哥一直以嚟都係聚少離多，兩兄弟嘅感情就自不然比較生疏。我哥哥佢一個人喺外國冇人冇物，唯一嘅精神支柱就係聽帶過去嘅錄音帶。睇咗封信之後，於是我喺第2日放咗學，我走去唱片鋪度買咗 Leslie 嘅唱片，再去郵政局整咗個郵包送俾佢。後來佢收到個郵包之後，第一時間打長途電話翻嚟俾我，點知佢竟然同我講我買錯咗專輯。佢要嘅係89年嗰張紅色封面 Leslie 打煲呔揸住支咪坐喺度嗰張。風再起時，默默地這心不再計較與奔馳，我縱要以帶淚歸去也願意，珍貴歲月裏尋覓我心中的詩。風再起時，寂寂一心中想到你對我支持，在聽見歡呼裏再泣訴我謝意，雖已告別了，仍是有一絲，仍沒有一絲悔意。其實我送俾佢嗰張啲歌都好好聽噶，就係藍色封面寫住 Salute 嗰一張。嗰一張唱片裏邊啲歌呢，全部都係 Leslie 重新演繹其他歌手嘅作品。憑住 Leslie 深情嘅演繹，每一首歌曲都唱得絲絲入扣。這夜闌靜處，獨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變，每夜長照耀，但願人沒變，便似星長久，每夜如星閃照，每夜常在。漫長夜晚星若可不休，問人怎麼卻不會永久，但願留下時光輝像星閃照出口。漫長夜但願人沒變。拍咗幾年電影嘅 Leslie
喺1995年推出咗《寵愛》呢一張以電影歌曲為主題嘅唱片之後，宣布復出歌壇。當 Leslie 嘅 fans 知道咗呢一個消息之後，心情極之興奮。之後落嚟嗰幾年， Leslie 陸續唱出好多好聽嘅歌曲俾大家，而我哋又回復翻擁有 Leslie 歌聲陪伴嘅日子。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對，人離不開種種歡笑或顧慮，人離不開只因真摯未變異，坦率相對，全憑有你祝福萬句千句。風裏笑着風裏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縱是苦澀都變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此愛未老，願意今生約定他生再擁抱。投入過，懷念過，忘掉過，這角色要幾多有幾多，任何樣只都可，似雪片掠過星河，陪着我同樣也明白我，你彷彿讓我找到最初，就如重新學做人，你比那過去還要多。從那天起我不辨別前後，從那天起我竟調亂左右，習慣都扭轉了，呼吸都張不開口，你離開了卻散落四周。從那天起我戀上我左手，從那天起我討厭我右手，為何沒力氣去捉緊這一點火花？天高海深，有什麼可擁有？留下我在昨日過活但如死，痴心像馬戲，似小丑眼內希冀，為想得到你願竭力以心獻技，想你但願你暗街燈也在想你，但卻在暗示結局甚迷離。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擔心冷場，不要關注未找到新歡良辰，偶或收根過長，不過請你別問盡，為我操心檢緊張，一切安好正常，天氣交通正常，所有的往事來年無痕吸氧，不需你來關心猜測我動向。Leslie 復出樂壇之後，事業走向另一高峰。喺1996年12月，Leslie 喺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咗24場跨越97演唱會，同埋31場世界巡迴演出。其實1996年係我最難忘嘅一年，特別喺3月6號。當你見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記得當年我的臉，曾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當你記起當年往事，你又會可會輕輕凄然嘆謂，懷念我在你心中照耀過，我像那銀河星星，讓你默默愛過，更要那悠悠光輝為你同坐。當你
到星河燦爛，求你在心中記住我。 Leslie 非常注重個人私隱權，但係由於佢係公眾人物，佢個私生活一直備受媒體嘅關注。喺90年代初期，香港媒體跟蹤偷拍到 Leslie 同唐學德嘅照片之後， Leslie 經過反覆嘅糾纏甚至衝突，佢大膽喺2000年熱情演唱會上公開感謝唐學德，並稱唐唐為生命中至愛嘅朋友同親人，亦都喺演唱會上邊唱出 I Honestly Love You 呢一首歌送俾唐學德先生。I honestly love you.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 see it in your eyes. Maybe it was better left unsaid. But this is pure and simple, and you must realize that it's coming from my heart and not my head.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復出後嘅 Leslie 忙出唱片、忙拍電影同埋開演唱會等等，工作量可以話係並無間斷過。對於熱愛藝術工作嘅 Leslie 嚟講，佢從不言倦。Leslie 舉辦過咁多場嘅演唱會當中，最令大家印象深刻兼大家戥 Leslie 開心嘅就係2000年嘅熱情演唱會。Leslie 喺演唱會嘅造型留咗一把長頭髮同埋一執鬍鬚，着裙出場同大家見面嘅大膽嘗試。其實 Leslie 佢係想話俾大家知，佢唔想再掩飾自己，想做翻自己。嗰次係 Leslie 最後一次嘅演唱會。喺最後嗰場演唱會未結束之前， Leslie 同大家講咗一番咁嘅說話。佢話人最緊要懂得點樣去愛人之外，仲要識得去欣賞自己。多謝你哋，我希望你哋永遠都會記得我，因為每一晚你哋俾我嘅掌聲、歡呼聲，我永遠都會記住。